恭喜發財，唔是？是恭喜發財。中秋節。8月19，等。會見車15暝，請你與我來食茶燒燒，行路買金蕉買幾百。啊？買月餅啊？有啊咩？自己下嘛？我唔係啦，你等我講一聲啦，茶輪冇條嘢。金蕉買幾百，行路買茶買幾百，行路買百買幾半，行路買蛇路個買幾粒，行路買開腳買幾錢，行路買咖喱糕酥，車攏來鐵頭後面鐵頭當冇白隻個另外特。會見車嘛10個名嘛，當時8月10個名啊！啊，這個禮拜我能特別的白冰，特別的嘉賓是阿拉伯做來拍手，中國英嘅，這個拍手，怎麼說？拍手，等你applause 真嘅，哎呀，等你啊，拍手，一個最啊，個阿玲佢就對人家這禮拜。頂一禮拜斷去，這禮拜佢都對哪咧？阿玲，歡迎！啊，大家好。食飽未阿玲？我都未地到這是下禮拜啊嘛。我未食過啦。我未食過。多了，唔注意呢。湯巴湯都白白多。一禮拜食一刀呢。啊，一禮拜食一刀呢。兩禮拜啊冇通食，頂一禮拜冇食，這禮拜冇食過。แล้ว紅菇龜。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紅菇。咁8月10個隻紅菇係冇啦，嗬？冇啦，就月餅啦。我佢嗰隻紅菇嘛。對。上家是有人有拜，但有人有拜嘅嗬，紅菇。哦，可能嘅。係標，一係佢標會拜嗎？啱嘅。嚇。紅菇不是阿拉伯做吧？阿拉伯做。我不跟你講啊，你有 fan 咯。阿咩事誒？係咪老實話？喂。知咪唔使實講啊！我一個家己人，咁講出，我一個家己人啊！哎呦，阿拉伯做介好笑嘅，佢叫你講下字，啊 ！thank you，等於就要請念我歡喜了咯，我更歡喜了，所以請念茶，但係因為我簽名。哇！你細佬真正硬我講見味當嘅。冇啦，你好 enjoy 啫嘛，是啦，兩隻水，好 enjoy 啫嘛，難得咯就。我咪成我這裡啊，到底 star 嘅就出名就係腦混正過喺度聊啊。แล้วตอนพี่สิก็ตอนกินมาช่วยแกปิ้งขึ้น來喂โชว์สิค่ะเอง嘅啦จากกู定到時啊嗰條拜啊阿平我咪殺嘅嗰條太雞太鴨太嘟小雞小嘟小鴨嚟拜啊我話有人嚟落我啊當今我個就係較型嘅當今較濟人啦俾你搞到搞到搶掉接啊你咪係話接乜搞到冰啲阿John都俾笑死咩都賤咗隻啲人你搞到啊！所以下次阿拉伯做咧，有只出名紅啊咯，有家己嘅 fan 就講下紅絲，紅絲啊，แล้วก็即係等我看這是哪龍阿培，等我看阿培對啦，我大媽妹阿培啊，頂節唔是大媽講唔對，頂節嘅禮拜，我妹阿玲啊，唔是妹阿龍啊，我咪講，你講當秋啊。中秋哈，我嘛講唔對啦，means 媽咪你講唔對，我嘛多正啊，我嘛多正。你嘛講是咪？你嘛是講係咪？我嘛講我嘛講當秋。哦，冇唔是人家是講中嗎？中，應該要想法中嗎？不，你唔是講當，你唔是講當，你講當秋講。哦，唔是。應該中啊！你媽媽講，對，你媽媽是誤會啊，想講是冬至係啊，冬至嘅係冬。冬至㗎，不，我講實在本來是對的啦。係冬天嘅冬嗎？冬至嚇，是唔是？冬至送衣，冬至送衣，唔是？係咱講冬至，唔是冬至，咱講中秋。中午嘅啊，中午啊。嗰時係 mid of fall 嘛。是中秋咯，唔係？我啦，autumn 咯，
嚇，所以是中秋哦。那個博士喎，那個 English tuition class 啊，等於。你嗰時檳榔講嘅話嘛，檳榔嘅學嘅人是人哋揾十八人嘅，係咪話不？對啦 ，English 咪 tuition class 博士。然後一個禮拜講中秋，但我諗自己捌聽過你去見車十個咩？我聽你節目聽幾嗱刀咯，是 from 你節目我聽過咯。哦，特別我念在快嘛，特別是細細個好似硬是要念佢到快啦，佢就念了成嘛。你是不是成日學繞口令嘅？你看。對啦，但我頂住禮拜四我講嘅，乜聽過啊？啊，聽過，唔捌聽過我嘅，唔捌聽過。講啦，特別頂住禮拜我唔是講，頂住禮拜講講。滾光，because 講嘅伊個麥等下有 echo 嘛，但係就對嘅嚇，阿拉伯做對嘅，誒，但係就阿龍對，阿龍我啲個，哦，是你另外一個阿培，咪見阿培你啊，我叫阿培做咩使搞幫培？是啊，就是啊，那個衰呢，咪啦，叫校長啦，以前喺博士先生嚟啊，然後啊，副校長，即係別人驚是咪出聲，別人驚同我拍攝，冇咩講嘅，伊講伊試下就好，所以伊係校長咯，然後可能副校長是阿培龍，然後即係中秋，中秋，是我嘅差呢。中秋啊，真係爸媽來嘅時候，我叫我較差去嚇，點解一冇來時我叫我冇得差？嗰時咪是驚嘅時候，最緊張嘅時候，你爸媽啲 live 看到你做。冇來，冇啲來啦，即係到底到我幾來嘛，真冇來啊，歹勢啊，咁樣歹勢。有到得厝哦，喺到我厝，但係是個煮飯啊，我食。哇，好命咯！我求我洗衫。誒，啷住成啊，對厝嘅事啊，有成啊，嘛講洗衫咧喎。我咯，古早，我本想啊，啊是哦，你知我做幾年嘅知道哦。對，我冇咩機會就，姑姑嘅一哎呀，我擺。咁樣想啊，John。啊，調啦。了下來，咱當然講，有下面物件講啦，老闆就先講。中秋。學龍講聲啊，學龍講聲，做咩事？一 propose 嘛，即係即係 project。啊，對，就 propose。阿龍。話咯。哦，下來講。講到中秋個要講月餅。啊，月餅對，食嘅物件，當人物件下面本食啦，人出世就食月餅煲，啊出世唔是食滿月食月餅飯啊，食個人死不食肉糜，個人物件本食。一中秋一半時就食中秋餅咯。啊，然後叫中秋餅又叫咧月餅嚇。月餅是中秋餅會使啊，中秋餅人講嚇中秋咯，嗱中秋。啊，中秋。古早我會開七大媽嘛，แล้ว我賣月餅。我當今咧當然冇開啊，當今冇啊啦。所以月餅好是夾嚟40度嘅啊。哎呦，係咪骨頭嚟？哦，我下邊快阿攬。哎呦，死咁咩走？我走躲開就好。走，冇得條頭打去。你臭會打硬菇。變小度，小玲嘅。是紅菇嗰邊嘅快阿攬啊！快阿攬哦，係特別紅菇煎你唔好食喎，講起嚟。好咯，紅菇煎你家庭嘅個講。哦，我知。啊，嚟就可以講阿玲。阿嚟講賣月餅。啊，賣月餅嚇，亂嘅店賣啦。啊，แล้ว是夾 from 迄一間講緊冇啦，會使講起苗。冇咧，會使咧。啊，士林門嘅嘛，就出名。哦，對。你一可特特擺賣月餅時，個別要嘅因為古早唔是冇安尼海軍嘅嘛。嚇，對，冇得清氣。啊，冇得清氣。擺料嘅兩位。啊，擺料嘅一句嘅嚇，แล้ว你壓可，跟住家己自己就係，所以講啊，對，依家成個人你極點嘅可能啊。壓起來，你教落去邊啊？攞邊教？所以依個是規地嘛，伊無字學路嘅嘛，所以講就後尾規啲家己字哦，啊字啊，嗬，個月餅嗰係大嘅玻璃တူ嘅位啊，所以人嘅跨掉嘅嘛，因為伊唔是講一包安尼跨嘅嘛。伊無包 plastic 嘅是㗎啦，月餅。啊，無嘅，แล้ว我跟住特別一有一地你可以別走嘅係喎。啊是無啊，無嘅，我覺得係，我是係多咧玻璃တူ位啊，嗱個玻璃တူ位入邊有一玻璃嗰啲啊，就個嘢你啊，你看啊，乜是玻璃，所以係多喺邊面頂嚟咯。
了。人會記我頂到細漢嘅時候，我人達到你月餅喎，伊有一個是成個杜雞，安公鴨餅，安公鴨餅，安公鴨餅，叫咩？叫咩？叫啊！我叫杜雞安公鴨餅咯，安公鴨餅啦，我叫安公鴨餅。哦，我們食安公鴨我唔知餅。我另外一隻嘛。我嘅厝，但你見到特掉有一隻。阿禮拜講嘅是一個啥杜蘭嘅呢？細粒。杜蘭嘅，阿就卡路夫嘅，伊把酒個我食攞兩隻米子我豆嘅，特別伊係到一個杜蘭嘅位嘅。杜蘭嘅 plastic 杜蘭啊，卡路夫嗰種。你古早我冇俾，古早我冇俾。你睇扮幾接嘅特擺。你阿丁唔知啦。一地呢嘛，俾阿抓啊，一地呢。我買啦，面部波行嘅無女錢呢。誒，我古早食就係你我真歡喜咯。是啊，頂到我咪是兩當件小氣，梗係冇得呢。唔是啊，咁講頂到學我月餅，我個買啊，我冇下你嗰時輸我啦。叫佢安公鴨餅，我叫安公鴨餅。嗰另個安公鴨餅，嗰另外一個名嘛，有冇？冇啦。冇啊嘛嚇。安公鴨餅，安公鴨餅了，嚇咧嚇，只要是安公鴨餅，就是啲杜蘭嘅。但係時候冇。誒，有得誒，唔是有一幫，伊內面有一種甜甜嘅，唔是啊？又係只加鵝糖啊，上面嚟叫鵝糖嘅安公鴨餅。鵝糖冇啦，豆沙有啦。未必是豆沙，未必是豆沙。買嚟只接嘅，加蛋嘅。會唔會是有係你料咧？喺那邊，我唔知我究竟點會食我古早食嘅安公鴨餅是 plain 嘅喎。嚇，我食嗰隻 plain 嘅。plain 嘅鵝糖嘅咯，鵝糖嘅。鵝糖嚇。我食 plain 嘅。有豆沙，有講緊冇牙嘅嘛。哦，即係那個厲害啊！那個除掉這裡阿玲個是這裡美國邊係人。你來就會講。古早然後往嗰邊我往嗰邊切，可以開一行看到裏邊啊，就看。啊，對。然後嘛切一淡薄呢，然後出呢哦，佢自己食。講就講看我兩地暑假節係咩？我暑假節係鵝仁呢。哎呦，講到我，我真冇暑假節啊，仲。我冇暑假節鵝仁。見那是冇暑假節鵝仁，還是嗰一個叫劍腿。劍腿咪係鵝仁上啊。劍腿鵝仁咯，劍腿鵝仁咯，咁叫。我暑假節喎，我暑假節伊兩邊嗰啲蛋糕條。嗰特別貴嘅鵝仁。你個表記買一包蛋糕條係自己加。有啊，大班咪是這樣。有啊，我真係揀隻蛋糕條款嘅喎。我這邊冇食嚟，你講啊。我暑假是特別嘅羚羊嘅。我咩羚羊？羚羊啦。羚羊。靚子做嘅靚子。靚子，羚羊。羚狼啦。羚羊係。當我個拍話，對位我先生好啲啊。嚇！我先生阿佩。阿佩啲嘢咧，誒，即係我每日玩講月餅係你蓮蓉嘅事叫，我叫咩？羚羊對，我人講對，羚羊啦。我就假如講靚出來嘅嘛，叫佢靚嘅暖。你個假搞啊！蓮子嘅蓮。蓮蓉啦，嗰個後面個鵝豆沙咯。啷暑假節鵝豆沙我冇暑假節。嚇，就是每女錢，就是講女錢，阿玲嚇。我講我暑假節，特別買小姐啦，攞粒就夠啦。攞粒咁樣，攞粒嘅啫，攞粒就夠，攞粒姐咩？不過真唔係攞粒幾隻啊？冇絲黃。唔係，我都是冇聽過絲粒嘅。我唔捌食過嘅。我唔捌食過。我冇暑假節女人，冇咩暑假節啊。我暑假節女人，特別小姐了，變做南面部你蓮蓉去，不變做係你鬼餅，女人嘅鬼餅咯，冇蓮蓉。我暑假節係你豆沙，冇啦，應該是蓮蓉冇有啦，伊有係瓜子嘅，我暑假。我冇暑假節。對，有瓜子，嗰隻牛豆沙係瓜子。一個係咪但是中國月餅上個是冇係瓜子嘅咯，我笑真。
你講瓜子是唔是人家己請一定嘅咧人啊？自條解出夾配出來，屌用阿作，哎呦，佢呢度，我特晚佢講嘅冇得拿手，冇得誒，清氣。阿 John，中國這邊有賣迄個壓瓜子嘅架刀嘅，你就有一隻型嘅。誒我愛，我唔愛，啊，你別講啦，OK。咪你先講冇咩？咱邊咧冇咩？冇咯，我唔捌看到。咱就冇食瓜子嘅嘛？呢邊咧，我有啊，真我冇。食嘛，哦，有食狗子。我平常時乜食誒，我媽就係跟食誒，我食黑瓜子啦、紅瓜子啦，個迄個較大粒嘅蘋果子誒，等等嘅咧 sunflower 啊。有啊，我常常食瓜子，我是嗰隻白瓜子，就係大魚尾一薄，白隻嗰啲籽成個會爛去，然後隻鹹嘅啊。我是個食咧 sunflower seed 啊，葵花籽啊。啊，特別flower 咯啊，對。白呢啦，特別哎呦，是阿龍嗰隻架佬，阿龍嗰隻架佬。一接到對。龍作嘢。了冇阿配要啲個，係另外一隻龍。另外，有我是特別有成全啊！係啦，嗬，嘅隻啊，有點我諗背到。我諗背到。我只往對條路嘅時候，我就會卡寫字，但冇啊啦。你記嘅係你 oxygen mask 對嘅。阿玲我講阿配告訴。哦，OK，係啦，個係咪個咧？個係咪將誒個4錢、3錢、6錢個咩？冇3錢呢，冇3錢呢，我怎麼說？唔知係呢個冇錯㗎，因為一對嘢嘛，一粒咧 ，lonely，嫦娥奔月，一粒係咁係到咁 OK 嘛？一粒嘅咩？啊，即係嘛 ，start 嘅時做白嘅嘛。對啊，我上嗰時兩粒嘅。有啦，一粒你使做咩事？我講聽解釋我聽，做咩事都係內錢，內錢是已金上個鬼鳥呢，10個鬼鳥。你係到啲咧豆沙，對南邊看豆沙天鵝咧，係金一粒硬就是。我金都看過接線啊，白絲拿關那幾粒啊！有，一班金毛即你安啲聽話，就俾感謝啦，安啲嘅支持咯，即叫人找我寫 email 好話講，哎呀，我真係暑假，你話啲個學嘅話，即係代表講你夠講會話。誒，我講我媽媽半聽啊，老仔。啊，你我媽媽講聽，我唔應聽啦，我講。你慢慢聽。我嚟是燒啲 CD 會聽，啊行啦，如果講去燒一地號啊就好咧，就係我係啲聽哪話聽哪聽。好啦，錄燒。我舊大灣小弟做啊，頂到I see 阿龍在教樓啊，頂到時我是講咩？頂到時我是講啊，你去燒下你馬聽，一時實該歹聽咧。我哋就嚟當兵，小 CD，人們講佢哋冇清楚，人講小 CD，特別咧，那是講到垃圾條路，頂到你講啊，嘛是你做工作嘛，那是垃圾人驚聽，你俾小一地是正燒河，人本唔要緊啊，歡迎，你 visa 嘛，你 visa 貴啊嘛，啊，攞你7個月貴啊嘛，當然是8個月啊嘛，即陣，8個月10個，係啦，講到啦月餅咧。個係咪講講過？即係阿玲實對起啊，伊 connection 特別好事喎，唔知咩事。特別咱自己講嘅。咪叫定朗咯。定冷。哦，sorry，我是叫定朗嘅。我附近咧。咦，係咦呢？成日咪朗嘅咧。係你領啊，我諗是讀朗嘅，朗嘅。聽錯就成日個晴朗啊！你喂，講是中國。晴朗。意思講朗。定冷啦。誒，特別。我覺得講啲中國哦，俾佢，特別啲中國俾佢10個就冇人知道定冷嘅，跟住講你香港人有知道呢？係咯，中國冇人知道嘅。中國冇人知道嘅。中國是幾時？中國是10個，將佢10個。情人節時候你。今屆有線隻龍嘅嗬，嚇，點金嘅事，嚇，點金嘅好硬，點落點大哥，話好冇？叫大哥啊！點個餅啊，大細件。哇！頂等人講什麼啊？白標，我頂時講佢舊影嘅事，唔知咩。白標啊，就聽見朝條白標。แล้ว
顶人哈，咱讲顶人告诉者，龙顶到是小学啊，这个阿老外就搞我上学等往上班的在。你聽到啦6點幾嘅時候，send six 嘅時候，咱佢就做，佢做你頂人嘅 project 都做。我冇做，冇上班咧，我食到 send six，嗱是 send five 上班。send six 唔是600啊？是啊。我可以叫我去。其實咧，係 A 老師教人嘅。啊，對咯。啊，你上班。啊，真係冇做咧。Maybe send five 啦，我是 send five 是做呀。唔知我冇做，我冇印象我做。我近我哋朋友都帶住做另外一間，特別尋摸係一間啊，特別尋摸一間嚇，我去伊嘅厝做過嚇，內七包，我去伊厝做過，我個記。哦，特別成個時你使幾耐嘅 project 啊？你使幾做定能啦，是另外自己唔使做另外自己八項物件。特別我成呢，我是做咩做咧？物件啊，做你塊物件度隻件啊嘛，我覺得幾話啫哦。真係我教咯，真係是講啷是俾做定能嚟講下，你咪夾你按線壓伊咯，你夾米都癲呀，米都癲爆掉咧時候，壓伊咪是圓嘅咯。哈，你可以 Q 出來，你問係時候按冇可以 Q 唔出，有時你轉，你可以按圓嘅嗬，你咪最特別夾係你特別接起來嘅了，接起來嘅了時看你咪俾你玻璃抓咯，等個俾玻璃抓。你俾玻璃抓，要緊特別係喺抌，你就是做喺抌咧，你個擺嚟包佢黏起來嘅時候，一打嘅時一度驚起嘅時就硬嘅呢，因為成個人變硬薄 moisturizer 呢硬水。有，阿啲我有印象啦，我有做過，我再講我定我做嘅係嗰啲呢。未怪啦，未記。我 shit 咩唔知咩興啊嘅。造型嘅定人。冇 maybe 你是定到你是較進步，但冇你是成家你做你 modern art 嘅啊 ，modern art 咧正係扛住闊嘅咧。少，但定到我講嘅咧，見啊未曉 appreciate 為係你 art 係。我可以記，你知我可以記人做，你知我做嘅是硬色啦，因為我做絲嚟靠咯，即係等啊，保證南西北，你講下東南西北東南。東南西北啊！那時一邊我寫咧中秋啊佳節，按咗佳節，你講啊？佳節咯，佳節咯，佳節啊！佳節啊！按咗講阿龍阿佩，佳節燈籠啊，中秋佳節，燈籠秋佳節，好緊我啊！你講，係唔見啊？中秋佳節啊！哦，中秋佳節，佳啊！你做佳啊！你是佳嘢，我係佳喎，我講佳喎。應該是他佳嘅對嘛？我唔知咪，記得佢幾出，咱唔記得嗰隻兩個，別人驚是咱後調，唔別人驚。咱嘅後調唔是貼曉咧咩？唔是走去到老二頭邊起來了。是咩有嘢咩？哦，呢部歌鋪起來嘛？冇啦 ，forum 嘅邊人驚加 comment 嘅邊人驚冇。冇上，呢是 KNIA 啫，邊人驚是到啲comment 嚟個講呢。特別 comment 佢一直冇出現落估啊咯。誒，部歌要鋪起來嘅。你咪叫佢起來。咱哋琴網，咱個幾禮拜時，咱就會聽下你琴網故事。那時開始講，吹，大家嚟試，佢哋講試唔試？吹，冇，我話冇別人驚，我真正話當真正人做人好吞大淚，咁樣講就對，吞大淚啊，人好樣下。有時我是講你別人驚，冇佢出現啫，你個人教人那邊人學緊博士。然後特別人講你我是寫但係中秋節到啲邊有嘅咯，你是個話咧花草你我佢記過，紅色嘅。就屬於一個頂面嗰加倒一個度咯。啊，對。然後南邊嗰啲係直㗎。有啊，你線係。啊，度條線咯，白線。我唔介意，我驚點乜笑氣。一介啦，點乜笑氣？當頂當時你記講，人去買嘅時，當佢唔知有攤買嘅啦，應該是有過啦，然後你店會買係將玻璃做嘅頂人，有啲是寫一隻零嘅那款，你是要大聲呼蘭呢。哦。然後三蚊你金粉呢？
特別馬路啊，甲排尾條安尼款安怎講啊？電形嘅燈鈴啊，都就要，因為馬路嘅電形，卡咱高質用誒，甲傳統嘅傳統嘅，แล้ว馬路嘅嗬，咁แล้ว是 plastic 成molding mold 出來嘅款嘅都就要。哦，你係 plastic 嘅啊，入面去。以前嗰啲銀行啊，人切土嘅袋啊，你款嘅material 了咯。哦，แล้ว入面是係 plastic 嘅去啊，唔是係你。係你白嘅咯，係 battery 咯。電嘅。喂，決定到時我咪是換做 battery 嘅時是泵控嘅嚟叫，泵控嘅。呢句喺你，佢都講俾聽嚟試下，一成個背機啊，是咪搞啊背機啊？嚇你，有嗰條半控嘅，泵控，係半控嘅。對。誒，入面係自己就係你嗬，自己。入面係自己。你乜講？依家自己個好聊講聽啊！阿老闆做都係記哦，你乜依句哦？唔係啫，係咪人嘅自己好聊？我唔知 please 啊！啊對，冇是雜波啦，未記，你是雜波。你講起好聊，我唔知個自己好聊。你是雜波嚟，我未記。係一地啊！你實你係一地啊！冇，講錯，冇，伊係自己啊，講聽下自己啊，伊啲 Q 伊暗嘅，伊暗嘅，你做咩本？你做咩本呢？伊係飛機啊，是你狗啊，是你物件可以定人啊，好，一半行成日ที่ให้กินที่ถั่วเลยบอดเลยจังคนอีกกี่ท่อ出來的看啊，一成個零頭呢，一半呢。你 interpretation 計幾呢？你是咪是半咯？半接項咧，是半幾項爸爸咧時候，你特別一到一啲，到啲一啲就坑。一坑啊！你係自己哦，你俾係 battery 自己，你自己 battery 呢，然後轉，你看你一定要隻 switch，然後你個ตู้ที่一坑暗，再一定一坑，你個射自己啊！嗬，你是一度會咧垃圾頭垃圾咪被死啊！老人。唔是啊，你自己講緊係幾哩啊？哈咪到幾哩？自己吐自己暗嚟看。我講好聽啊，但是講無聽一個 topic 嘅時候，佢人無頭前聽佢啊，一直你一百聽佢，一笪掉上外個人啲路嘅，我咁講。諗下自己一個安姑啊，一個安姑嘅話差唔多上去。安姑唔是較少人咩？我入邊啊，我32差唔多啦，差唔多。然後阿玲呢？阿玲幾歲？安姑上。我安姑上，我諗你少人嚟嘅咧。別我阿拉伯做，阿拉伯做。衰啊，你衰啊！我阿拉伯做，阿拉伯。哎呦，阿拉伯做，會試啊！哎呀，做咩你多聲？阿玲少多聲，阿玲少多聲，你試啊？多聲啊！阿拉伯做是我幾難會呢？好，阿拉伯做好。我跳劫嘅嘛，嘅搞到上班嘛。你教我上班句咩？想講破坑啊，冇做老闆。我跳劫嘅，我跳攞劫。冇做老闆啊，跳攞劫。如果你看講人個嘢 curious 啊。阿龍少多聲，講下少淡薄。唔是話，唔是阿龍啊，唔是盧啊，即係唔是阿佩，阿玲。講 OK 哦。OK， 講細聲特別，因為別人較無咧大聲，你聲是 OK，特別你別人無講咧大聲，所以我開個大聲是咁樣人抄飛檔去。你對唔？我講聽我人嘅即係台灣厝啊邊啊，但係冇啊邊條，因個成日出去咧，成冇人曬咧啊！冇人曬咩？喂，伊冇人曬，伊冇人曬落果啊，樣嘢掉成日爬動牆咧，是規間嘅咧，人個咧去嘢定人啊，對樣行咯喎。要興要機啊，要機。哇，係報特別我就講有地方有嘅款呢，對。有真是細漢時有啊，特別講緊上是無呢啊。講是無了嘅咯。我 high class 人去麥當勞。我看講緊嘅咧，當年嘛是 high class 了，講緊個了嘅。細聲阿龍講啊，細聲波。講緊個了用嘅係。你不要較低啊！你不要多提淡薄下。幾時大聲個咩？大聲個，你不要多提淡薄。你試下根本冇提掉。我超唔係超嘅，反正我。呢個先係大聲。
無你係較遠人，無啦咪見啦玩啦。伊同我講時啊，兩時攞住，兩時啊，那也是。太好笑了！我曉得講笑蝦米啊？哎呦，佢大聲咯，真大聲阿玲。是，就說那大聲，我你唔要去教妹啊？你唔要去教妹啊？你唔係呢？我你唔係較遠啊？你唔係較。冇，因為我唔係尋我 headphone 白來啊。我知你係你見你巴下，係你巴下，唔是你巴下，你下巴係啲。啊是係去別坑嘅，啊去係去別坑嘅。我曉得阿莊啦，等陣下。你等下，咱講先，你講先。個即係就是，有冇聽到 echo？哦，同埋就是佢頭，伊就是頭，同埋佢頭，伊就是去夾到，我猜看，伊就是去夾到自己嘅一個 headphone，你是用你新 headphone 聽，你是用你劍條伊喙麥下，係夾較遠啦，無你講對唔對？掉搞死超！誒，阿玲，你在開七點啊？是咁樣夾幾粒即個攞粒錢嘅係嘛？我講點冇開啊喎！當然冇。OK，謝謝冇。較謝謝啦，較好啦。OK。了即個紅菇龜就冇講過，阿龍冇講到過。講咩嘅？中秋做咩鬼？中秋做咩鬼？我同你講啦，正每正就好笑嘅啫。我就你咪講下面啊！我講咩嘅？講我聽話。你是唔是講薄餅？係咯，就是咯，人真奇怪，即係你冇叫就奇怪咩？阿俊都就用做咩？薄餅你冇去佚佗咩？你冇去佚佗咩？我今日真正應該佚佗嘅啊！講啊！一直冇物件啊！伊是就係講我同你公司部做嘅，學堂部有啦，倒來部有嘅，就規手，人白白去酒樓為一盤，食一盤，食一道啦。食一盤啦，我想係盲殺。就個啦，規手邊咧學緊嘅個別啲人啊，搞啲誒酒店嘅一盤咯，食㗎。有可能啊，七點幾一個八點幾一個啦嗬，係啦樣度，咁啦啦，為啲到頂位，有一個大嘅碗，就大嘅嗰啲炒菜啊，係炒米粉就慢慢係兩個大嘅碗啊，係啦你嗬。啊無，伊碗特調被做用 clay 做嘅瓷啊，對，伊特調被用 clay 做嘅，但係所以咯，係啦落嚟，迄個叫佢唔驚，迄個大都叫咩叫你話就，係你豆子啊，豆啊。嗱，薄夾嘅是要佚佗嘅啊！豆子豆啊！特別辣料啊，輪流去點就點看，你睇到下面物件，因為有真濟攞，學你去對講想四嚟一，係了兩嚟二嘅話咧，嗬，就是唔知狀元，係了三嚟一，係了三嚟二，就是下面物件，看咧運咯，係了你留到下面物件咧，物件咯，誒你獎就是讓家己。用自己嘅鐳去買就講伊去買大獎是500塊，二獎是400塊啊！咱做就是，咱接落來啲有10嚟20塊嘅物件，你去撩看你嘅物件對伊。哦。Actually 嗬，即係啲訂到嘅時唔是用鐳，不唔是用 present 嘅就，有時只嘅月餅嚟到嘅就。咧伊特嚟月餅嗬，伊有伊名，伊月餅寫是有桂餅。狀元餅。無，伊叫狀元餅，แล้ว秀才餅啦，嚇，แล้ว四季餅啦、山紅餅嘅，反正就，แล้ว伊無相名嘅餅咧，伊內邊嘅 ingredient 就無相嘅，你就。哦，你看但是較貴咧，就40錢咧。แล้ว人講第好食咧，就是山紅餅，但是咧，只你特別夾到咧是狀元餅 ，because 你若是夾到狀元餅嗬，你係咪會使驚？唔是，你接落來辣嗬是真正好咧。哦。不，狀元是唔是真正應夾到咯 ？because 你有6粒子要倒嘛，你倒落去啊，你特別要夾到4粒紅點，4粒紅點就是4粒，嗰粒會是4嘅咯。แล้ว其他2粒特別會是 double 嘅，你使2粒1、2粒2，嗰是2粒3嘅話嚟咯。你一擺上會應該個線嘅。actually 這個是係你真成功嘅時嗬，留落來嘅。哦，原來啊，等我冇嗬，那邊咧冇嘅嗬，冇對哦。冇嘅。我今日 M 妹是你所在有呢，去年學啊，今日 M 妹呢？哦呀，我可能寫咧真成是咩？真成功。成功。真成功就是佢是爬台灣咧。大成功啊！大成功。大成功咯。對荷蘭嘅。哦。對荷蘭嘅。啊，你大成功，啊，咗大成功是唔是係每人啊？咗到啲係每個做。伊唔是，伊是排去嗰邊拍戰。排去 MV 拍戰哦。嚇。去拍台灣啊？每
啊，是應該開始是拍台灣嘛？冇台灣迄點像是荷蘭嘅人講嘅嘛，一佔了嘅嘛。哦，美國你講拍荷蘭。大成講是，係啦，大成講一排一啲 MV 去台灣真正見嘅嘛，小豬咩搞嘅嘛。哦，而家都不少過哦。拍明山沙奶，當劍沙奶。沙奶呀，一張相見啦，拍下呢呢。哈，誒冇啦，交換一個啦，交換一個。交換嘢哦。交換一個。特別小豬少你搞嘅啦，都好齊掉嘅話。我是驚咪咕會點嘅咯。咪咕啊，咪咕搞數水啊。點啊？咪咕呢，到底數個貴閪水打去啊。一隻夾咪咕。你講嗰個誒，我諗係食行落去咯。係啦，我是變做你啦，Moses 啊。碰去。碰咪咕啊，見誒咕人都比較少水，我是咪咕人都比較少水，咕嚟嘛。咕有少嘅，但我俾報告就物件就冇可能被記起。今仔日你攏聽到這節目是咪是？這裡拜五啦，這拜五是中秋。咩骨頭？係咩聲嚟？咩人？咩人嘅聲可以好呢？誒，人未做得好。唔知實落雨呢？這裡禮拜咪是中秋咯，對。這禮拜唔是這拜五。啊，這拜五咪是中秋節。呢一時節係咩？節咯，節唔是講節咩？哦，節嚇，節目嘛。啊，中秋節嚇對，中秋節啊，特別唔是中秋節，咱10月啊報告就冇每個樣啊，即個啊杜娜嚇，到底咱嘅咧 forum 嘅落蘭單位嚇，伊去招可能到檳城嘅人啦，因為出去隻檳城嘅 small gathering 啊 ，before 咱等人先正係時做咧 many 嘅時候，對，嚇，最阿龍嚇，阿玲有。阿玲講，你是名陪啊啦，你名陪啊啦。你阿玲，我嘅名而家。阿玲本係名嘛，到時那時攞出去尾去啦，後尾去話幫野位，去話幫野位啊，你去吹佢，那時你就把你個字去你幫野位，後你訂 home 嘅位嗰時，你去訂你 local gathering 嘅位。你寫我寫下名嚇social event 係咪就 local Hokkien gathering 一期 local Hokkien gathering 有一時最多嗱寫出嚟變成 small gathering，或者諗去參加人即係時 I think 幾號啊？是11號呀？11號。10個就講幾點啊？未？講5點啊，唔知5點邊冇得掉個啦，那是有嘅，那是有嘅，是啷其他邊行來名，有嘅是啷其他邊去看咯。一隻暫時報告就係樣在一個濟人去，當佢有幾人啊，8人啊，我看有。那是啷咪去看下，啷咪去賭，最啊，山湖啊，山都啊，四類北啊，未起未落啊，阿玲啊，杜娜啊，是個隻咩啊？阿 Dox 啊，嗰另外隻咩咩 Aaron 咪是阿龍啦。哎呦，死人你隻龍，計隻條龍又都啷邊呢？哇！基本上龍最。唔知骨頭人，特別我講那是樣嚟講係我叫，那是樣有 internet 啦，嚟樣有 internet 嚟講，我講叫人我 call 人做 video chat 咯。我報名我白起來啊，那是啷個隻人？有影冇？有影啦。actually 做咗，因為已經喺邊有 Starbucks 啫嘛。Hello。Start 邊間機邊咪 Starbucks 咯？斜嘟。特別你嗰邊咁多隻人，點知我去好，哇媽呀！唔知會有自己嗰時 public holiday 啊？係咪 holiday 啊？迪巴巴利啊？迪巴巴利哦。對啊，今日那是嚟講係我報名4點半請起來，那是啷講嘅嚇？那是我有地啦，我就要請。你話啦，頭一個喎，邊啲學見頭一個local gathering 喎。OK。特別後邊啫，特別出現啫，鋪嘅人叫我近網起來。近我起來啊，攞嚟起來啊，叫佢起來啊。แล้ว哎呦，死人講啊，講緊 gathering 係啦 ，OK 嚇，講到啲動潮，咁後面咪又會講，喂，佢攞嚟結定單攞比賽咧，做定人嘅比賽，等。講下，安姑。我係記得古早嘅時，我啲暑假做鄧玲咯，但係中秋節。鄧玲。鄧玲叫 sorry。定冷河，唔是鄧玲河師啊，我猜。計化你啊，你話，哎呦，跟住 OK。又見嚟講半湯水差唔多成。係咯，係啊。有就是古早就是自己去吹嗰啲等啱。按照香港，阿啲叫 raw material，阿啲 recycle material。材料。
材料環保嘅材料嗰種咯，哦，都去夾咧嚇，薄袋有人去夾咧 plastic out 啊。米羅丁啊！你叫人俾你7 tooth 嘅7 tooth 嚟灌啊，plastic 嘅啦，人計刮起嚟啊。對刮起來一貼一絲嘅你看。對，夾咧壓落嚟嗬。壓落嚟對。恁就是安尼樣做咯，恁佢後頭夾去等比賽咯，就是。不彈佢啊！不彈佢。哇，你厲害啊！我唔彈。你我過嚟叫我打嘅時，我夾你 pumpkin 啊，我唔是夾金瓜，下翹咗一粒金瓜掉，一翹咗一粒金瓜咧，我咪去。我應該變出嚟。講啊，夾去愛咯啊。掉棘咯嚇。棘啦，佢後頭真係是點食家飯嘅那邊咯。即係成個 Halloween 嘅呢？對咯，就是我隔壁出邊人潮啊呀。你是 celebrate。用潮啊！嗰時 celebrate Halloween 有啲潮啊！點解時你知唔知 Halloween 嘅事？你知唔知 Halloween 嘅事？我嗰陣時我知 Halloween 係因為嗰陣時係時看卡通嘛，你 Disney 嘅卡通大概有看到這種樣嘅 pumpkin 嚟 cake 啊啲放隻架咁嘛。你咪是去夾咧？你冇去夾咧老地盤嚟 cake。冬瓜。嘅冬瓜嚟食嘅搖頭，Uncle drop 咗喎，咩下繼續，春我則領到。後面是背過一面咗個鬼，哎呀，老闆做乜東西啊？老闆做一飛機，一 visa 飛機，這個我你oh shit， 死神就係吃隻斷氣咁噶啦。OK， 人個接到對嚟啊，但係時係佢好像斷氣啊，背過嘅事啊，個鬼喎，喺度接冇。你唔會冚咩啊？鬼個出嚟啦！一飛機對，一袋餅 online 啊嗬。冇啦，你睇點數已經食鬼餅。食鬼餅，未食鬼餅。然後下個後面物件就是人講，尾人差唔多不了，節目40幾分鐘啊。個後面物件講下得不食個嫦娥奔月嫦娥奔月，後尾講好咯，1 minute 講。冇，我跟話嫦娥叫你。鄧哥上我啦，長嘛長是上我啦，冇啦，上啦，鄧哥，老撚講，唔是鄧，你都鄧哥嘢你，鄧哥嘢，上我啊，上我定佢，並佢啊，你真係今年是咪估定佢？但我講話對唔對啊？我講話，我講得快。伊個翁啊，係我是唔是翁？伊翁 boyfriend 啊，係 boyfriend 啊，伊只搞蛇劍，搞只搞蛇啲錢嘅。嗰時伊只呢世界只 drop 嘛，交入住頭嘛，係哦。嚇，10粒嚇，佢度細交入了嗰時，暗邊時講咗嚇，伊講伊唔使做只聖誕嘅，唔使去做開，伊是個吉偷就入聖誕。哦，伊去波路嘅時，要去個燒刀嘅時，拄到個王母娘娘。拄到你王母娘娘，王母娘娘是我咯。你學伊入聖誕，係入聖誕啦，就去報這案，我多聽。我即係話咪贊助啊！沙玩啊！赤辣肉丸就準備贊助啊！波即係話咪贊助啊！200，呢時你話呢時食啲聖，唔，伊講係聖誕節咧，就是我一世人嘅未死嘅。做生咧，呢時不做生咩事？我咧未死啊，長生不老嘛，長生未老。呢時唔是過，呢時伊個波伊個 friend 見講伊淡薄上死人看嘛。剛剛小抓了嘛咧，自己食落去，為特別聖誕上大粒嘛咧，意思就我是食嘛，你食 overdose 嘛，就這樣，那只那撲個幾天，以為鳥咯。阿 John 呢是講潮白version 嚟。係有咩唔是字咩？你講字啊？唔是喎，我看冊誒，我俾你成日，你講China 誒。講啊。阿廖偉嘅。咁講結婚證嘅嘛？伊是講嗬，伊掉頭是掉個王母娘娘可以接入聖誕咯。然後伊會做聖特別伊買嘛，因為伊買佢開嘅上咩啊？上我了啦。然後
伊嘛離開，啊，一個可以保管咯，就了伊有保管，保管呐。我想你講你保抓管啊，保管你。講話直播啊，還是得咯，男人當包啊。แล้ว可以燒了。แล้ว可以因為伊個翁有一間伊翁有受土地嘅嘛，土地叫咩啊？拖地嚇，拖地。學功夫嘅咩嘛？然後這個拖地只臭嘅，都冇爭議啊。一聲單字垃圾吐出來嘅，得嘛？即講可以啊，你就即講可以。係啦，就你講咁樣。你一旦加伊直接嘅時候，一個機會哦，你假使講伊破病未出去嘛，未出去，家人白白去聯繫嘛，你嘛未頭也嘅承擔咯，แล้ว你上我咁，這個我家己食落去，因為伊買學伊嘛。我頭晚都講過唔記得啦，我頭晚冇聽到㗎啦，人哋我聽冇注意聽，特別咁放嚟聽下時間聽過。伊家己食伊咯，家己食伊一好，แล้ว伊 overdose แล้ว會去。伊 overdose 哦，按照解釋。冇 overdose，因為伊是承擔嚟，只愛做聲，佢會去提頂嘅嘛。哦，你若是講佢哋伊紅食，本是其實本是鋪啦。嚇！我成講伊是 overdose 嘛，伊較大隻大波隻未死啊，就冇隻是伊身軀個細隻咧是龜頭隻啊，上樣嘅要是變做鋪咗。冇啦，所以紅對係是在嘅這數啊，嗬，佢就極閃喎，แล้ว一個咁樣去入嘅一個。看到上加大嘅貴，因為看到上加有嘅上外嘅嘢擺到頂，或擺物件，可以熟夾隻物件擺。哦，你見就貴餅。貴餅是白嘅講嘅，貴餅是講古早嘅拍陣嘅事。因為頭邊嘅 message 喺度配到啲入面啊。message 落裏邊嘅嘛。朱元璋嘅對。這是跟佢講這是跟佢講你嫦娥奔月呢，唔知。我就是個嫦娥頭毛嘅，一捆一捆嘅呢頭。聽面你一碗，只一條臘腸一碗咧，你就講咩？佢只係嫦娥咩？我嗰個係我朋友嚟嘛，我白白去上次經做頭毛啊嘛，呢隻咁少咩10個 con 呢，咁我跌啊！因為一杯佢10個，伊係咪咁樣10個呢嘛？嗱，掉10個 con 掉。你嘅頭毛叫咩 style？嫦娥 style 啊？掉咯，鄧哥 style。一陣咧，我阿莫管咧壓掉啊你啊，呢頭。擺到佢 hair salon 計講，我係鄧哥 style。嚇，鄧哥 style 咯，落去對啊，當對佢咪你先照度興咗咯。興咗，阿立偉做嘅。阿立偉做嚟咧，邊啲學見嘅時候，伊做咗鄧哥 style。阿莫管咧，使嗌阿莫管啊，到啲頭就掉一條咧。阿莊，我特別 copyright 我嘅這個鄧哥 style 成。掉邊啲學見咧，就一個 hairstyle 賺10個鐳。掉。10個鐳冇咩得啦，10個 call。即係10個 call，你同個查自己咧零牛，連子嘛，連子嘅內錢，一直就玩頭毛同個係佢邊一射掉。行公鴨邊係行公鴨邊，嗱，擺做緊就行公鴨邊。行公鴨邊好知啊！行公鴨邊就大。我無暑假知，我無暑假食貴餅。我是講，貪佚佗買佚佗，你都無一隻嘅嚟知誒，定當時。定當時一隻杜驚嘅粗味呢，嗬。係咯。因為係杜冷啊，杜冷嘅。啊，我去行公鴨就是成個。公雞係咪 shape 嘛？有去買嘅磅嘅嘛？我有去磅啊，我紅菇嘅磅，我有啲紅公鴨邊磅本嚟落頂嘅話bằng勁。俾嘅磅嚟講，兼係咪卡通冇啦 ？Hello Kitty 你個啦嘛有。Hello Kitty。Hello Kitty 啊，Gatut 啊。Gatut 你就 Hello Kitty 啦。Hello Pussy，Hello Pussy。有，好 OK， 你看到 Hello Pussy 時，你叫 Hello Pussy， 誒 Hello Pussy 人就講，我是對住 Hello Kitty， 對住 Hello Kitty 時，你講 Hello Kitty， 你講咩？唔知啊。你講唔知啊？未曉啊？你講因為 Hello Kitty 冇喙嘅，你看啊。好笑。你幾個嘅？轉啊！講到這個你款講話嗬，我聽講架嘅額頭講你上話好了。我笑到要死，我講上你啊！我見到我話
我去到邊啲學啦，邊啲學啦。了。邊啲是你電台叮當時候，你哋咱阿 DM 就冚帶呢，後你哋燒到上地電台啊嘛，步步咧啦。你咪聽看啲廣告啊，聽看啲電視機時啊，你佢 radio 咪是有 ，radio 咪是有 ，radio 咪是有燒掉 ，radio 咪燒掉誒。啊！啲白紙特別脆咧，正以後講上話有一間上鏡嘛，你人嚟幫阿朋友有一間上鏡，咪叫起來教人啦，兩房房事。我有啦，我有一個家己人，以後講上話，未必叫來教人。哦，你攏知，你到去上地時啊，但無看你個中秋，去上地時，但係過了 immigration 嘅時啊，有人被假咯，一個到真假。我特叫俾，因為我嘅暑假之日。咪上街胖啦，你知唔知數胖哦？係咯。假了嘅頭昏。咁好似係咪咁嘛？讀幾個邊嘅嗰啲？係你是合仔 special spice 啊，諗俾冇。對啦，合仔垃圾啊有啊，即係頭昏啊是有參掉。你個就你去合仔掉炸彈咯。對咯，講劍，丁是你幾哪啲擺正啊啦？有時啊，有個有啊合仔是特啲被夾落邊俾物件，叫阿姐，我叫佢就冇叫阿姐，我叫，你咪睇叫佢啊？冇，我唔是叫，佢就唔對叫，成個就冇。成個是冇咧，就係你被震機，啥是冇啊？冇啊咯，我聽話嘛講冇啊咯。未使係點？你點解錄嘅？你 blue 嘅數啊，冇成哦，我唔知係咩事啊。我可能你個當正 immigration 過去，但不過自己會叫咩？不給加油血膽啊，係咪得攞你叫？對嚇，加油血膽。係啊，不給加油血膽係邊嘅事？哇！點解我班人真驚去啊！哇！作個咩死我驚，其實都買去啊咯，個頭昏㗎了。我冇潮漲嘅喺邊。冇潮漲咧，打單拖卡咧拖咗。你去80萬蚊去買你尖頭啊，有嗰啲小叮當嘅啊 ，hello 咩？尖頭啊，多鮮呢個，多鮮啊哈對。個格雕呢個個格啦嚇，格帶係格帶。OK，舊一個後面嘅講過一聲話，攞隻菱角哦，隻菱角。我冇知啊。就是我講嘅什麼嘢嚇？唔知啊，滷哦，滷咯。OK，講個對。菱角。你可唔可以可美國嘅動作比較個類嘅？哎呦貴咯！我唔知我冇咩記，我冇買，我冇隻手電啊。三殼幾啊？五殼幾啊？我買是五殼幾啊？你買是普通嘅，是有內錢嘅。冇內錢嘅，干那豆沙。哦，哇，貴咯！有豆沙啲半年應該哦。你咪是批發過嚟整做咯。我覺得做嘢咋？แล้ว我ก็唔是講累到攤俾就佢俾 keep 把你 stick 幾件過來好啊。係呀，你食有一句咩？嗱，我到喺你地方都冇喺咩棟冷大。哦，貴。邊嘅貴邊？I think 豆沙5塊幾6塊嗬，唔使咁勁。I think 黃政府是5塊一粒啦，係啊。冇啦，我想3塊幾你唔知啊，唔記得啦。即12塊，即12塊13塊啊。Actually，即叫阿佩啊，人即並冇辦字嗬，我感覺。即係邊個佢比較貴呢啊？比邊個貴個？係咪？邊個講金紙嗰個？你就係上面。而家講 packaging 嘅數啊。係咪我錢啊？包裝假水嘅。我錢呢？我錢呢是係我錢係我劍嘅，係鐵釘。裏面你講乜貴？係鐵釘啊 ，screw 啊，呢我劍點俾啊。特別啷個人食佢蓮蓉啊、豆沙呢？普通。嗰咪個？有榴蓮呢？有榴蓮嘅啦，有椰啦，連巧克力都有啊！這邊是誒係是哦，這個是那麼吉利，不如個 ice cream 咩？咖喱，哎呀，吉利買咖喱買，咖喱嘅哦，我聽佢講做好餅有3百係米嗬，係咪？Actually 3百係米冇奇怪 ，because 但是俾落地嘛是有3百係米落地嘛。落地 OK 啦，特別月餅係奇怪，月餅應該是係個你看那個迄個物件嘛。我咱等我咱就接無。麥個金尖嘅數。你麥個奇奇怪怪，嗰啲有個料嘅，即係小嘅，唔知有幾百哦。大家有咯，大家大包嘅料嘅咧係啲內邊。大包。你咪變大包了，咁是。冇一倍唔是大包啊，一倍唔是大包啊。誒，嗰一種係啊，唔是我會講嘅時。我未記佢講係咪啊？我諗就真未記啊！
咱那邊咧係做到粗鼻，本來是做叉龜條嘅。垃圾。垃圾味所叉龜條。真對。冇咧，那邊其實包糯米雞嘅，佢粒糯米雞係佢哋嘅那邊。你個俾上看啦，你個俾上看，佢表示俾老嘅你就係老嘅就係，你個係老咩？你特別會 emphasize 就係把如果人講嘅 idea 嘅咧，別使就 copyright。copyright。我講嘅好，人係別嘢幫嘅 idea 好，佢俾係全話人好啊。對唔住，講同啲邊啲學緊落考嘛，同啲阿拉伯做吧，阿玲啊，定到未會邊係 specialist size。對。哇，那我係使自己。個就咧 M 嘅配嘢你嗰邊，坑入面啲刮出嚟配嘢變出嚟。有見了。阿龍出嚟咯，阿龍出嚟。你近日咪攰俾你啊？咪咕俾你啊？嚇，嗱咪咕誒，知咪咕喺度嘅入邊。誒，應該做假呀，可能變做假呀。可能假嘢佢哋啲一定係假呀，上啲。你連用唔是佢哋啲啊？冇一部假呀呢啲，假呀嗰啲。乜講兼仔講兼嘅嗰啲可以配嗰粒薄薄嘅，入邊有謝嗰隻隻手謝隻辣嗰隻。配薄薄。你個上面幾啲嘅咖喱麵喺入面，皮蛋。係鹹嘅，係鹹啊！就是兩斤。要咖喱雞啊，係好。喂，廚話冇食所以啊。哦，你廚話冇食啊？你教我試下嘅，但係你幾點嗰啲兩斤？唔知是唔是有人？當然啊，而家呢個。哇！你聽啊，你聽啊！阿仔我妹佬啊，我唔就講啷教啷any one of you 啦，啷教你掛鋪嘅人講學嘅話是啷講袋啊，樣並逼是係咪嚟？冇，啷個曉來聽曉？就是我 friend 妹我都講係咪？但你講袋啷個了係並逼啊？我咁咪講當樣嘅冇講屎嘅，你講啲冇講翹下邊啦，翹呀，啊是講未咁樣，未咁樣，係你個 form 啊嘛，我諗講袋冇人有嘢，就今日你講格頓話呢，袋啊，仲咁咩係佢？等陣，我除，哎呦，啊，袋，我聽到，冇聽到，我諗聽冇，哎呦。shit， 來，有幾難都係，都係聽到。咦，我聽到啊，講有，啊，對，哎呦，好幾別呀，奇咯，梗係即呀，哎呦，俾10句回來特別好名，特別奇咯。我回到啦，我回到啦，你講代言嘛，特別咱會用咱嘅手啊，咱嘅隻彎落嚟講。拗來，掉，拗來。我做本你。掉啦。我特別講，有時咪講，我佢用手，你看到哪嘢，你看嘢咯。誒，特別你是，特別你是。係邊係邊數嘛？啷個係咪啷個？啷講事是啷問講？一個係咪物件？個講係邊？個正經叫係邊？別咁乜女？別咁菜。鄧酸啦，對鄧酸。你啷講見得哦？講見得咯。哦，見你。我唔是講見啊，我講見得啊。ED 哦，你係只 ED 了，唔係哦。Past tense 哦。見得啊！哇，呢個past tense好了。死期啊嘛，見得咯，唔知是唔是啊？唔知每個。我講見嘅咯，我講見得咯。你做超你壓到嚟乜嘢咯？就呢？壓落嚟咯，嚇，壓落嚟咯，屌！好長啊！即係應該是另外一出戲啊，人。人中秋嘅節目啊，做一點鐘嘅人。哇，你好了啊！覺得。灣仔是啊，就講預交係接出嚟。哦，不接啦，不接俾落嚟啦。見得講死告訴我。嚇！掉。在 start 的時候，咪先，然後咧搶嘅時候，咱聽到。
都好嘛，咱人論壇裏邊唔是有人咪講美術嘅安作詩嘅咩？對，慣講咯，每個阿作詩我計講我咪試過，我冇會景。我勁啊，我勁 ，I think 我是被困死咯，困死你贏嘛。慣講嘢 F to death。要小落。慣講。要拍少。F 講拍少。no。係呢？額頭，係你額頭，係你。佢當然我佢出過咗就講啊。你叫做馬生鳳嘅，你叫做係。屌嚇。咩 Becky Hong 啊？應該是哦。Becky Hong แล้ว講下面有個中秋節被講㗎啦，各位聽眾講咱這個中秋節，我冇咩有講中秋節快樂。快樂中秋快樂就嚟啦。寫字就結果佢呢度炮冇啦，中秋冇辦法。點定郎點定郎俾笑事。點定郎嘅快聽啦，成個情郎啦。我嘅未調啊，成日講嘅ตัว行嘅。即係套定冷嘅時，佢寫字淡薄用 battery 嘅，而家自己定插落去，一堆入面眼嚟坑嘅呢度好啦。講緊個冇用，也早用壓直嘅，講見。用 battery 就好啦，唔係用壓直一點啊，肯定是變少都少啊，係定。講見個 music 嘅啊，個 music 嚇，你隻咁啦，你 plastic 嘅嘛，佢有 music 等人家死啊，我要 music 嘅係嘅。喂，使講嘢咁把嘟嘅 music 咯，係咪？咪講。我搭下陣，等陣。林係咪？哦，就係你講咩啊？我聽到就是係真係歌嘅冇音嘅中秋嘅。咩歌叫 outdated 呢？呢條歌。係啦，跟住有成個麥格利娜呢。我看今年唔就係下面，我看嗰個上看今年興嘅咩歌，用個下面。我就係咪估嘅歌。我冇成咁嘅，因為應該係大膽啲嘅，就係大膽啲嘅。大膽啲上班啦，中秋節啦。我一定諗是定準啊嘛，呢時候大膽啲嘅歌，一扮呢時準慢慢掉。如果就俾另外自己地址定冷時咧，係自己直地生嘅咧啊！而家都直地生啊！而家腦頂一降嗰嘢咧，啲歌都出咧。Copyright 啊！對，嚟10個 call。Copyright 10個 call 就。好了，我就借 idea 嗬，唔使啊。我等咧就佢點啊落對咪嚟先啊！我等佢咪嚟先做定冷嘅，你點咪做定冷。哎，兩個後面夾講啊，咪咕，做唔知有冇人做過咪咕嘅定冷啊？嗬？都做，但都做。我反正啷對件事啊，啷10月11號嘅時，啷去搣嘅時候，整嘅就咪咕去。而家冇，哎呦，而家呀，整嘅就咪咕去。我翕小影嘛，啷去我 Flickr 嘅，去我 Flickr account 位啊，係啦，小影啷第當秋嘅時候，翕到咪小影嘅時，搞到寄去你 Flickr account 咯，但係部 account 嚟講都寄我，那時都叫 account 咧，我佢就變咗學見你 group 嘅啊，那時佢 Flickr 去除你 group 嘅，除咗變咗學見嘅時候，你使參 join 你 group 咧，我就寄你時都使行你小影出去，還是都唔使我講咩咧？你講咩？我講我個古仔嘅定冷啊，咁樣講。部嘅抓做嘅啊，你領嘅直接有個有過。你個有過啊？有啦，翕隻相嚟，翕隻相。你是幾啊？你是隻個劍個虎啊？點虎哦？對虎嘅。做你燒嗰啲菇未破咩？未破，燒到 plastic 嘅，我嘛燒嘅，我嘛真係夠燒。哇！你嘛厲害，你嘛對你人 museum 咪就被請一樣。喂，你想能燒啊？這部你抓隻夠力嘅咋？我翕一架幾好啦！你翕一架我咧是我放咗出去時候，我中秋放嘅時候，我放就係你胡丁叫胡丁，定到叫胡丁，胡丁，胡丁，我就估冇聽到啊，胡丁哈，胡丁啦，對，安怎阿龍冇去啲啊，放屁走去倒去。哦，放兩倍個。放兩倍個啊，別怪。
然後阿幫配，咱這個中秋嘅節目啊，做個點幾鐘啊，歹勢啊，歹勢。嗱，特別只人講嘛，哎呀，做唔夠啊，做一禮拜做兩刀，做一禮拜做三刀，咱這中秋嘅一人落個點幾鐘。我講聽啊，咱嘅節目真係豐富，豐富哦。咱嘅節目真大地。係咪紅褲夾褲咁啊？你講嘅成個係你臭年底嘅人講我。流汗我頭前無住機流汗。哇！嘅紅見嘅講紅話啊，講佢講又紅話。啊！我講咧節目真係豐富，你知咩說？講定人啦，個月餅啦，個有胡定啦，個有個咩個怎麼樣講？個鱔話啦，個鱔話，個咩個？個冷絲啦，凍即係唔對聲，唔對聲，等陣個台啦，一個有殘留品月。等於啦，那個有特別嘅邊是媽就住啊，媽紅菇龜啦，阿玲啦，阿玲玫瑰餅，阿玲叮刀玫瑰餅，阿玲啦，那個阿拉白粥啦，個有即個幫配，妹阿配，妹阿配，然後個今時啊，能夠為這少天啊，一個即係第一特別嘅是咩呀？我講咧就琴咩嚇，我講咧就琴咧點啫。個雲啊兩勁，個雲啊兩勁，感謝各位笑聽啦！誒，你拜個再見，再見嚇，個雲啊兩勁，個再見啦，各位你拜再見。